清早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初2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天气报你知来关心天气，同款无啥稳定，偶有短时间的强降雨。咱来看温度。今日受低压的影响，加上西南风偏强，南部会继续落雨，卖向上大雨。气象局早起已经有针对屏东发布大雷雨特报，嘛有针对苗栗以南10个县市发布大雨也是豪雨的特报。山区嘛爱设置水防山。今日伫北部、东北部有局部地降阵雨，也是雷公雨。温度会小可下降，各地高温是29度至34度。若是无落雨的时，嘛是较恶有热。未来一礼拜，咱会伫大低压带内底，天气拢无稳定，乡亲爱小心。那南台湾伫这2天是上大雨，雨是落袂离。要提醒乡亲，未来一礼拜中南部同款是会透西南风，天气拢无啥稳定。这是屏东小琉球的白沙尾本福村，初一早起雨势伤过大，大排水沟排袂出去，开始淹水，路人只好撩水。往来台湾甲小琉球的交通船也因为水流伤过强，无法度开入来，停伫码头，试几摆才停好。就连倒来台湾的航程也拄到强烈的风雨。大型雨船身又来旱气，就连入去到东港也因为天气真歹，临时换所在停。非常可怕。刚才我们搭船的时候，到快要进港的时候，它的浪都打进船里面，还有流到我们的内舱里面这样。气象局表示，西南气流带来大雨，屏东县高雄市、台南市各出现局部大雨，或者是大水雨。中部雨势也未细，北部地区也落雨。暗过礼拜日入暝了后，落雨就会慢慢登雨。一直到明天的凌晨，甚或是到明天的上午，虽然降雨上和今天清晨比起来有稍微减弱的状况，但是南部地区我们预期还是会有局部小区域的大雨或豪雨出现。这波西南气流未来一礼拜也是伫台湾附近，中南部也是可能出现局部大雨，或者是大水雨。记者综合报道。西南气流往高雄的六股甲桃园的山区，昨昏有一条河川是达到水防线的境界，当地居民赶紧撤离。台南关庙嘛有徛街，因为溪水窜流，厝内是因一公笑深。土石流将旧山散平山庄边啊，这条产业道路拢淹去。土石啊！哎呀，土石流，你妈要整了几年，真好公车啊！另外一边的主题区水也超过半个车链。规个排水沟水拢嘛为遮来啊，足大，拢无停到即嘛。旺盛西南气流影响高雄出现强降雨，高雄山区有局部大水雨，或者是超大水雨，与桃园区上惊人。台南关庙地势较低，南向桥边啊就雨，因为一阵溪水暴涨，水深超过1公尺，民众进出爱搁坐家己做的塑胶牌啊。淹到现在也已经很习惯了，反正淹水就把东西搬一搬啊，有自制的浇法可以进出。嘉义山区有真侪路边板气，竹徛乡加159架线32公里的所在，路板气大埔乡加东川也路边避开。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去年咱台湾的烤茶叶成功8针，全台湾150大饲猪场头一批猪仔已经陆续饲甲会使杀啊！未来若是顺利，明年中咱台湾猪肉就当外销。来关心中国时报，国防部的列巴专案研发制造2台105公里轮班的战炮装甲车，也毋过审计部的报告内底是写讲，这打击的能力可能是无法度达到咱国军的任务，互国防部是赶紧发出新闻稿来赔回。来看联合报，华盛顿的邮报是报讲美国最近疫情反苦。专家即马是烦恼讲，伫即个月过一日，确定病例会冲到30万例，拢是因为delta变种病毒熬拖到月，加上防疫措施即马已经放零啊。若中国的部分，中国的本土病例、本土疫情继续退烧，乌兰、张家界即马嘛开始要实施封城。有一寡县市反映讲，咱国内袂少老大人因为对手机啊较无熟手，袂晓用预防下的预约平台。疫情指挥中心即马是宣布讲，因已经甲地方政府开会啊，未来会拜托邻长也是里长协助集会人来登记。若国内咱昨昏是新增加12个本土病例，阁有2个死亡的个案。
国内礼拜新增加14例确诊的病例，其中2例是境外移入。第12例本土的个案内底，以新北市6例上多，搁再来是台北市4例，桃园台中各有1例。另外新增加2例确诊死亡，分别是70外岁甲60外岁男性，拢有慢性的病史。指挥中心讲，即阵国内流行的病毒株依然是英国株，不过国际上印度变种病毒大流行，有1人传5个人的超强传播能力。即阵边界继续严管，民众防疫也千万袂使来放松。美国最近有分析了一些他们自己看到的一些群聚或者是传播的一些状况哈 ，Delta 病毒的传播的速率和那传播的模式跟水痘是有并驾齐驱的一个现象了。另外，国内75岁以上老大人8月下旬开始应该注射第2剂疫苗。指挥中心讲，因为各地欢迎老大人不要用这个资讯，希望使由地方政府来注册注射。经过开会讨论了后，决定议员要以中央有药平台为主，不过会使批次有药，由地方的邻里长也是机构协助老大人来登录。将于系统规划可批次预约之功能，可能有一些可以来预约的。那比如说大家常常在讲年纪大的有数位落差，他自己恐怕就有困难。那或者以后我们可能还要再到机构里面去打，或者就是说在校园里面施打。另外，国内疫苗注射是不是出现疫苗断货这个冷战的时阵？指挥中心讲，即阵国内莫德纳疫苗相对较少，只有58万剂。伫第5轮有约莫德纳会优先提供前3类的人员甲有新的年龄人优先注射第2剂，呼吁资格符合注射第2剂的民众在8月初3中到12点进前完成意愿的登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9千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422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4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5688例。中国的病例有93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93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3500万例，印度超过3100万例，巴西超过19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588万例，法国超过619万例。因为疫情的关系，东京奥运延一档比赛，一路是风风雨雨。不过过去1礼拜精彩比赛，即嘛互日本社会对奥运的举办态度有略略转变。原本是真反对，不过即嘛是变甲真欢迎。另外，伫开幕典礼一部分收视率达到56.4%，上悬的时阵阁有61%，嘛创下新高。2020东京奥运开幕典礼即天，航空自卫队红牌拿式冲击波飞行表演队，计57年搁再在东京上空来进行彩画奥运5圈的活动。市中心闹热的商店街路、公园空地啊，组织真侪民众规家出来欣赏。1992年，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纳开始对奥运进入杯的石川京子，穿着明亮的服装，摕着日本的纸饰伫现场来带动气氛。暗时转来到厝内底，就伫电视机头前看开幕式转播。石川京子开视讯的宴会，甲分布在世界各地喜爱奥运的人，伫社群媒体顶面来观看，并且各自来分享家己的看法。A lot of negative things and a lot of things that you could not expect. However, it because of that kind of a situation, difficulties, which creates new thing, unexpectedly, let's say, advanced stuff. So that is what I like it. 另外一个非常喜爱奥运的人，就是伊，现年45岁的龙岛克典先生。伊一摆开4万块美金买197张开幕式的门票，要甲厝内底人、亲戚朋友、甲生理往来的朋友来分享。上知讲，最后因为疫情真严重，禁止观众来入场。收视率调查公司公布的资料显示，日本放送协会 NHK 东京奥运开幕式转播，关东地区的平均加户收视率达到56.4%，一日上悬的收视率是61%。这相当在1亿2500万的总人口内底，有7327万人拢就伫电视机头前看这个开幕典礼。
规模特别达到1964年的东京奥运的收视率。虽然首都区所有比赛拢无开放民众来入场，不过强城县、主城县、静冈县三地例外。当地防疫等级是第2阶段，所以讲骹球甲越野登山车赛拢允准民众入场来看。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 Delta 变种病毒疫情摊开，疫情是真严重。不过美国的防疫专家福奇是表示，美国的预防车注射率真高，所以无建议实施封城。刘建成，英国政府是决定讲，上紧伫下个月初，要提供预防车加强剂予2000间药局，加强3200万人。来关心东京奥运当日举行，香港媒体即嘛是指出讲，这奥运的选手其实拢嘛是穿新疆的棉仔所做衫裤，也毋过国际上真侪国家拢真低调，拢无回应。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新增加12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加强14366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以上的县市，包括新北市有6799例，伫台北市是4808例，超过200例以上的县市，伫桃园是783例，苗栗549例，嘉南313例，彰化272例，台中有207例。另外，昨昏有新增加2个死亡的个案，这资料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统计。来关心双北伫昨昏是新增加10个本土病例，因为即卖防疫警戒已经降到2级。新北市从明仔载8月初3开始，嘛按算讲要开放一寡户外运动场所，也毋过并无包括在拍球的时身体较高接触的篮球场。那大家是搁较关心讲，双北当时会当开放地点来限制。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这部分要搁甲台北市讨论看卖。新北市初一增加6例本土确诊个案，其中3人是居家隔离阴转阳。市长侯友宜强调，感染源大部分已经掌握，公布2名确诊者行踪分别去过泸州甲永和健身房，疫情警戒为3级降到2级。新北市8月初3搁开放真侪户外运动场所，毋过无包含篮球场顶较有骹手接触的活动场地，水域活动也有条件开放，包含唱水顶，毋过游水甲浮水游玩禁止。大家相关心的餐厅什么时阵用伫内底食饭呢？我们餐厅的内用的开放要用哪些指引，采取哪些步骤？我们明天跟台北市讨论完以后，我们往好的结果来做。这也就是我们的目标。做疫苗进入第4轮，毋过供应真严，搁爱去有药病大登记，引起不少老大人烦恼。主播第2期，侯友宜强调，65岁以上老大人双轨并行，唔免烦恼所谓落差，也会请里长来协助。台北市的第1到第3类有70多人完成做第1期。台北市初一增加本土病例4例，其中3人是居家隔离阴转阳，1人疫调当中。搁公布1名确诊者行踪3天内去过3间旅馆，提醒有到相关场所的民众，若发烧这症状，赶紧去看医生采检。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防疫警戒，即马是降做2级。台北市立动物园伫昨昏8月初1搁对外开放，也毋过有人数的限制，而且爱提升伫网络注文甲预约，若无就无法度入去算。一早起，就民众骑雨伞伫帽仔伫动物园门口等开门，园区自5月中到搭，已经暂时关门77天，总算伫8月初1重新开放。因为他们想动物想很久了，对啊，然后就疫情嘛，所以都没有出门了，对啊。难得有机会，然后现在因为人数有管制，应该还算安全，所以就想说全家一起过来看一下。囡仔人真爱坐游园列车，拢爱全面消毒。到车到进前，因为动物园有限制人数，所以要来拢爱先线顶预约，而且实施实联制。动物园表示，目前敢若开放户外，室内亲像徛高馆、餐厅等等，但是有群聚风险的所在，拢还未开放。另外，园区一天的总限制人数是3600人，顶下晡各一半，每1点钟的人数嘛就控制伫600人左右。在巡查的过程，如果发现特定的区域前面游客聚集比较密集，可能现场喊都没有用了，所以我们会透过广播系统来提醒大家说，某些区域可能目前人比较多，那大家就可以疏散到
其他的动物前面去。动物园表示，即马园区内清洁消毒拢有加强，所落来若市政府甲中央有其他开放的政策，伊嘛会规划应变，互大家甲动物见面，嘛兼顾安全。记者陈嘉文调随在报道。地方放送头来看，近摆休热学生囡仔上届期待的，就是参加夏令营。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拢取消，有的是改伫山顶举办。台中就音乐营，伫教囡仔会当伫厝内学做乐器，嘛认捌音乐的类型。老师拿卡布的杯仔拿加水，互荧幕顶悬的学生囡仔听看卖声音敢有啥物变化？今年的休热因为疫情的关系，学校的侪活动甲营队拢干那会当取消，或者是用线顶的方式来办理。台中的东林国小就特别办一场线顶的品德音乐营，小解古典、流行等等无同的音乐种类甲知识。课程有教我们很多关于音乐，像自己做乐器，老师也会把我们生活中的许多用品，把它当来做乐器。现在不能出去玩，所以在家里就很无聊，然后还可以跟弟弟妹妹一起玩这个游戏，教他音乐、音符类的。老师佮教学生囡仔，甲米或者是豆仔带入去空仔内底，就会当加做无同的乐器，甚至用杯仔就会当完成一条简单的节奏歌。一寡学生拢算甲真欢喜。包含我这个保鲜盒，它是装米粒，那米粒的声音就不一样。对，另外一个是装大的豆子，豆子里面声音也不一样。2个盒子它就是不同的打击乐器。虽然线顶上课的方式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变少，不过老师也是真用心准备，透过各种方式，互课程会当更加趣味，就是要消透学生啊长时间关点厝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新住民的人口哪来哪侪？伫婚姻的轮陪，伫休热时，卖举办新住民的夏令营，课程是真深实，佮真实用，嘛互囡仔会当认捌妈妈的故乡。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是改伫山顶举办，同款真受欢迎。越南的老师当咧山顶教越南语，为着互课程更加趣味。老师是准备真侪教具来吸引囡仔的注意。上面的是小朋友最喜欢的，因为他们可以自己转，然后转到什么字，那他都会把那个字念出来。念出来的时候，他会帮我念，就是国语跟越南语。这几年台湾的新住民人口是愈来愈多，婚姻轮陪国校为去年开始举办新住民纪念的活动，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是差一点特别取消。加在囡仔即马拢有线顶学习的能力，让这个活动继续办。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哈，老实讲，我们一直想说要怎么样去开设了哈。那所以在规划的过程哈，我们是确实比较伤脑筋哈。那还好，因为前一阵子哈，大家小朋友大部分都已经具备了线上学习的一个能力啦。即马培养囡仔学东南亚语言，也大大增做一款趋势，希望囡仔通伫活动内底学到侪侪越南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是报道，规年冬天拢有果子通食。经过改良，有的是品质是真好，而且有的本地是季节性的果子，即马随时想要食着牛。亲像普通时啊热天才通食的果实果，即马春天就食会着。台湾的农民好脑力，也互台湾的农业技术一直的进步。伫屏东，着农民对秋天开始种时果果，当着冬天时用树根技术来增加时果果开花速度。春天时啊，着时果果通好采收啊。这是台农1号，然后去年的10月份种植。那10月份种植，等它上来的时候，上来差不多60公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灯罩。那灯罩是为了让它提早开花，因为温度的关系，它在冬天的时候不易开花，那必须要用灯罩的技术。那所以屏东的百香果可以在3月份就开始采收。水果若要甜，农民拢爱开真侪时间照顾，特别是时果果，唔但爱有基本的酸味，佮爱有芳气甲甜分。农民特别利用有机肥来栽种，互时果果的品质佮较好。我们知道百香果它的风味是来自于土壤的有机肥，所以我们在有机肥的使用上会特别讲究，会更多元的有机肥，让百香果的香味会更浓。农民也讲，时果果的外皮金骨，看品质好歹，不过上好食的时阵爱放到外皮粒粒。内面的水分甲甜度才是上好的。食台湾的水果，唔但健康，也会当帮助农民，会当讲是一箭之果。
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镜头来婚林大师艺术家丁仁同8月14日要举办个人的展览。伊是睇疫情的期间创作，伊特殊的风格是真成人目。大家乡亲，咱做伙来眼界一下。表述时拢无用力，伫家乡大师推动艺术文化的丁仁同，即马拄着疫情，拢踮伫厝里休喘，也拄好有机会来做艺术创作，按算伫后个月办个人的展览。因为大概这10几年来，很少那么认真画了。刚好这一次疫情的关系，就大概都是在家里画画这样子，准备我个人的个展。1971年出世，捌读过复兴美工的丁仁同，专长是水墨画和国画，也捌得到真侪艺术奖。伊自本是海口的囡仔，到台北打拼，落尾也是倒转去，家己请养大汉的渔村，望改变家乡。伊创立大师艺术协会，打拼推广艺术真侪年，在地有修复日本时代海口庄长大的厝，即卖已经正做是海口故事屋。丁仁同就是这间故事馆的馆长，也时常办展览，佮有国际艺术志工交流等等的活动。我这一次个展的主题叫做怀旧，大概就是画一些庙宇啊，一些乡下的一些景色，对。像这个画的这个就是官将手，因为我们这边庙比较多嘛，就是从小看到大这样子。啊，这个是我奶奶收集的一些以前的，清朝的时候的一些钱币。下面这一张是龙，就是我们庙里面雕刻的一些龙，还有画那个金纸。丁仁同的个人展览按算伫8月14到9月初1，伫北港文化中心举办。是以大师在地宗教文化，佮伊的家族的故事做主题，也展现伊在手的画图功夫。记者综合报道。在镜头来家己市因过休热的时，拢会举办大型的科学活动。不过今年受疫情影响，先取消。学校是解体，予中学生传一寡假诗，予因伫厝内嘛会当算科学，哪算哪学。休热的时间，家己市各小的老师也是爱无闲来做道具，互学生伫厝会当来学习科学的知识。前一阵子大家在停课期间，大部分都不管是同步或是非同步的线上教学，其实孩子都一直在看荧幕。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暑假这一次的宝盒里面设计活动，希望多一点点就是用实作的方式。家己市逐当伫休热的时间，拢会来举办科学破烂学的活动。但是今年因为疫情取消，所以家己市决定予各学校家己来准备要予学生学习的科学课程。各校透过不同的科学课程的设计，将各种不同学习年段的科学媒材放入我们的科学宝盒里面，然后让家长陪同我们孩子一同来实现双手万能、科学在手。这届家己市所有的高中小准备的这个科学盒仔，总共有2万多个，每一间学校拢无同。教育处表示，科学168活动取消，但是学生的科学教育袂当受到影响。希望这个道具会当予学生除了看荧幕，嘛有动手体验的学习。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受疫情影响，即摆大家点出来时间加较济，时间嘛加较长。要安怎消磨时间？有人会种一寡花草，种菜苕做营养；有一寡通好看水，有一寡通好摕来食，一兼二顾。即阵仔因为防疫，民众长时间踮伫厝内，亲手种花草嘛，正做消磨时间的好办法。尤其是会当收成的菜苕、香料类，真受欢迎。最近的话，可能比如说一些辛香料啊、辣椒啦、九层塔、香菜啦，或者一些葱。那尤其是最近香菜其实很贵，所以大家就是香菜最近超级受欢迎的。疫情除了影响民众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嘛出现变化。方便煮食的冷冻食品、加工品的需求增加，营养师提醒爱搭配菜苕果子。咱应该爱食较济是天然的物件啦吼，像蔬果吼。为什么拢讲这物件？因为天然的物件呢，伊本身的卡路里嘛无遐尼悬啦。同款鼓励哦吼，咱一定新鲜的青菜、水果吼，一定爱食。咱一寡丰富的肉类，还是讲迄个蛋白质较悬的物件嘛，就爱食。林家清嘛表示，一日至少爱食2碗菜苕掺1碗果子的量，营养才会较匀。甜的甜的、高热量的食物嘛爱控制，建立良好的饮食习惯，才有健康的身体。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来看日本人心目中的圣山富士山，伫热人的时是正受欢迎爬山的活动的所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关2冬，即马搁开放了后，有国外记者爬到山顶，记录出日头拍曝光，也搁云海美丽景致。100多位登山客半暝天未光，就行向富士山的山顶。必伫透早4点，伫山头站一会，看日头出来。日头还未晒时阵，日頭光自雲海射出來。真侪人講，一透早伫咧山頂看到日頭爬起來，規個心攏靜落來。他の山も登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富士山ってちょっと特徴的で火山ということもあって、周りにこのなんか連なった山がないから、一つだけ抜きんでて高くそびえ立ってる感じがすごい壮大で。かっこよくて神道の一つの崇める山として昔から崇拝され続けていたので、やっぱり僕も別にそんなに神道にすごく詳しいわけ、信心深いわけでもないけど、でもやっぱりここに来ると少し心が改まるような気持ちになりますし。海拔3776公尺的富士山是日本上悬的山，自东京市中心坐火车只要2点半钟就会到。外形正水的山形，几落公里远拢能看甲正清楚，是日本上有名的地标。对古早到即马出现伫咧真侪日本的艺术作品内面，这就是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较名的邦维作品《神奈川冲浪里》。2013年。富士山被登录入去世界文化遗产，每年7月到9月开放登山的季节，游客差不多拢20万。去年受到疫情影响，关于4条主要登山步道的山梨县加静冈县，自1960年以来第一遍宣布封山，禁止游客入去。这个初期开始，步道开始慢慢解放对外开放，相关单位要防疫措施。游客登山进前要写健康说明书、磅体温。为了要减少伫咧半暝爬去山顶的人数，伫咧半山本来24点真久开放的富士五合目，时间缩短真济，透早3点到下昼6点。内面的山厝有个人房，通经也拢有菜价房。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天气报你知，提醒乡亲，今仔日南部同款是落雨天，气象局早起有针对苗栗以南10个县市发布大雨也是豪雨的特报。伫山区是爱设置水防山，今仔日伫北部甲东半部嘛爱设置过道了后的西北雨。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大岛的温度是26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